再来看高雄的大寮里的水沟啊，昨暗出现红色废水，互民众是真惊吓哦。嘛烦恼讲会去污染到水产，环保局真紧就发现讲是油菜工厂造成的，嘛通知农产水利署先甲水门关起来。环保局已经开单处罚，要求业者得要限期改善。 看到大寮里这条水沟规条拢是红色水，环保局人员接到通报，嘛连面来采检，要进一步检验水敢有问题。附近民众讲，3早下暗就发现水沟的水是红色，里长嘛赶来现场录影，居民第一摆看到安尼色水，大家拢会惊，因为边仔就是水田，来烦恼水受污染，会影响到农作物。我就讲，哎哟，啊，迄水沟啊，头拢红的啊，红色的。是不是大家烦恼，因为遮拢种田？嘿啊，因就讲安尼可能。 惊，你就讲遮济田哦，惊污染安尼啦。经过环保局调查，大寮里水沟的水泥红是附近这间油菜工厂造成。工厂的头家又讲，平常时拢有真侪设备，拄好这2天停水，晚到暗时车倒是种的桶啊，应用拖布清理，就将清水废水排入去水沟啊。目前已经是清理煞。我们普通时候都有做净水设备，啊，就是这2天停水，这样刚好。 我们小姐用拖把拖一拖，然后用那个水冲一冲，冲到水沟里面去的。违反水务法30条规定，除裁处3万到300万元罚款外，并限期业者尽速清除。环保局表示，第一时间农产水利署有人员将水闸门关起来，防止第2摆污染。目前检验结果也未出来，不过业者行为已经违反水务法30条，已经对业者来开罚单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